大家好啊！今日係5月24號，同各位果農講下一個比較嚴肅嘅問題，就係規範去使用農資。你可以點收藏視頻睇到幾片，評論區亦都發表一下你嘅意見。粵西地區嘅荔枝逐漸成熟啦，好快亦都上市。農藥使用亦都要規範，任何一種農資都係國家相關部門批准生產嘅，監督銷售使用。而我哋每一個公民同埋每一個果農亦都要遵守使用制度。咁目前荔枝要點樣去使用農資呢？以下只代表我個人嘅觀點，不代表所有啊。如果半個月可以上市嘅，建議使用低毒，甚至冇使用殺蟲藥。如果真係需要使用嘅，就要揀嗰啲安全、間隔期短嘅殺蟲藥，而且係低毒嘅。中高毒嘅就冇建議大家再去使用。如果你嘅果園果細嘅情況下，就根據你果園實際上市嘅時間去操作。但係葉面肥呢係可以使用嘅，任何葉面肥都可以使用嘅吓。我哋果園呢目前個防蟲工作已經係做到完成啦。呢兩日呢就會噴盲薑紅去着色，就等成熟摘果啦。但係如果你果園嘅帝字蟲嚴重，咁就必須要防治帝字蟲，但要有安全間隔期再去上市，盡量揀嗰啲低毒嘅。就講咁多，大家要規範使用農資啊！祝大家大豐收，收得入邊嘅喎，加油！